香港喺國家十四五規劃嘅支持之下，正係全面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喺2023年，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呈獻，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策劃嘅亞藝無疆藝術節第一次舉行，致力為亞洲同埋一帶一路國家以及地區打造可持續嘅文化藝術交流平台。同一年，喺習近平主席主持嘅第3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上，亞藝無疆被列為務實合作項目清單之中民生及民心相通類嘅項目嘅成果之一，顯示第一屆亞藝無疆嘅成績獲得國家嘅認同，我哋覺得非常之鼓舞。亞藝無疆藝術節係每一年9月至到11月舉行，過去2屆無論喺活動嘅數量、參與嘅國家同埋地區嘅數目同埋參與人次方面都持續增加。今年係踏入第3屆，更加係匯聚咗嚟自超過3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藝術家嚟到參與，以亞洲為主軸，連結歐洲、非洲同埋美洲嘅一帶一路國家以及地區，當中12個更加係第一次參與。今屆亞藝無疆將會為大家送上超過100場嘅演出同埋活動，涵蓋舞台表演、展覽同埋戶外嘉年華，展現各地嘅傳統當代藝術瑰寶。參與嘅人次預計超過10萬。今年我哋好開心，繼續得到各駐港領事館同埋駐港文化機構嘅鼎力支持，有更多嘅一帶一路國家以及地區參與廣受歡迎嘅戶外嘉年華亞裔藝彩，展示各地嘅民族特色，連同其他嘅主題展覽以及外展活動，讓市民同埋旅客都可以感受到各地精彩多元嘅文化。展望未來，我哋會再接再厲，嚟到促進一帶一路國家以及地區嘅文明互鑒、文化共融、民心相通為目標，繼續將亞藝無疆打造成為年度嘅文化演藝交流項目品牌，加強同各地嘅聯繫，為更加多嘅國家同埋地區提供同大眾接觸嘅交流平台。我誠意邀請大家參與呢一項文化盛事，欣賞藝術跨越疆界嘅魅力。